年时有一课叫做白话字，所以就叫做台湾话，阮拢爱学台湾话。这非常要紧，我讲，我若无这样代志，就无其他一个我。所以当你上台湾话时，这个老师非常的认真，所以就叫阮一定爱坚持，爱用下门音来发音。为着教学，这是应该的，因为规个圣典也是用下门音发的。不过，以阮新的一届的台湾一直渐渐伫举头的时，阮就感觉无啥我就接受。比如讲，阮老师是来因教习班讲，袂当讲棍感，爱讲棍男，啊，袂当讲杠顶，爱讲男顶，啊。啊，我讲棍感，老师同我讲，你迄是受日本话影响，哈。我开始就一年啊，是我就非常感觉 confused， 因为相反你一直坚持讲下门话，你坚持讲下门话，含某一组人坚持讲阮北京话，是啥物代志？想要坚持讲北京话就袂使，啊！你回到讲坚持讲下门话，所以我就主张讲爱讲台湾话。所谓台湾话，就是爱受过日本的影响，受过真正的台湾本身的话，安尼讲袂通啊。迄老师讲，你若感觉上这个课无意义，你就通出去，赶出教室。啊，我徛起来，行到教室门外口，我搁拔倒转来，莫，搁坐个下课才落去。下课的时我就讲，我歹读啊，我要转来。迄个是。教务长就是肖像文牧师，伊来找我，伊手甲我牵的，啊，甲我摸的。我说你若要转去会使，你做转啊是休困，啊你才过来，但是过来拢袂要紧。伊甲我讲这句话，伊拢无甲我讲迄个上课迄个 instant 到底是啥意义？但是就甲我讲，就来这读册、学文学史都爱条件，啊都爱接受啊批判，爱有 critique，啊但是我一年我才听有这，我拢听无这。我只有一个印象，老师讲你若要转去，会当转去，但是佫要来，才过来，啊我就真正转去外面，啊到尾我嘛是过来。若无小无师你迄日甲我满哩，甲我安尼甲我讲这话吼，都无今仔日的人生了。即马我刚才我迄个退休了，爱做的工作，就是已经咧开始，有足侪人做要咧做，就是用咱全民的台湾话的圣经，就是要用现在咱是住伫台湾的人，大部分的人咧讲的迄个话。若会当写汉字写，若无拢用迄罗马字拼音，咱足侪迄个音吼，咱讲吼洋洋带，你要安怎写？行洋洋带呢吼，就是咱着保持迄个咱的本土的迄个味安尼所以有要继续做这样代志。